哈利路亚！称赞上主，就伫上帝的圣所称赞伊，就伫显出伊权能的强枪，学乐伊。就因为伊大权能的作为称赞伊，因为伊的至尊至大，学乐伊。就分扫角称赞伊，弹瑟弹琴学乐伊，拍鼓跳舞称赞伊，用丝弦的乐器甲箫学乐伊，用声大的钹称赞伊，用音悬的钹学乐伊。所有会喘气的，拢着称赞上主。哈利路亚！称赞上主。三角来启用，咱用交托的方式，所以恁的行为着谨慎，毋通做无智慧的人，要做聪明的人。咬用机会，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所以毋通做糊涂的人。着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毋通酒醉，酒醉会互恁败坏。反倒着互信心充满。着用诗篇、圣诗、灵歌对唱，伫心底唱圣诗甲诗篇称赞主。着靠咱的主耶稣的名。咱三角来读这个祈祷词，至圣至尊的创造主，阮的天父，万权能的上帝，阮感谢你，你互阮有追求真理的心，有通学乐你的神，阁有为你做工的身体，特别有为你保养福音的动力，放阮的内面。愿今仔日的敬拜甲学乐，拢得到你的感纳。愿礼拜中间，阮拢得到你的神的感动。阮安尼祈祷感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免。三个来看一类的信息，伫传道书3章9节到11节，我用华语来读。那么我们一切的劳苦有什么用处呢？我看出上帝使我们负荷沉重的担子，他为万事特定适当的时间，他使我们有永恒的意识，却不让我们完全明白他一切的作为。享尽了荣华富贵及荣耀与权柄于一身的智慧王所罗门，他在他的晚年写下了智慧的言语，也就是箴言。他感叹人生在世劳碌了一辈子之后，最后又能够得到什么？他也道尽了人生的际遇，所遇到那些平常的事、无常以及反常的事情。而我们人类以为我们自己可以掌握所有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人类可以处理所有的状况，但事实上，传道书一直告诉我们，天下万事都有定期，都有上帝特定的时间。我们以为我们在这短暂人生当中，我们所经验到的，我们所体验、所认识、所了解的，我们可以透过实验，可以透过反复的论证之后，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论出的一个确据，或者是理出真理。然而，我们不过是上帝创造时空中的其中一小部分，我们在这时空中的表现，也不过是昙花一现。面对永生上帝的计划以及设立，我们这有限、软弱无知的人，岂能参透呢？然而，上帝的用意就是在此：所有受造物中，只有人类有永恒观，并且关心追求永恒。上帝要受限于时空中的人类，在有限的时间内，在他的熬炼中来学习，用谦卑敬畏的心来思想上帝的作为，好让我们人类可以来认识永恒，追求永恒，最后让我们一同进入永恒。接下来我们要来聆听这一首诗歌《摩西的祷告》，再次来思想我们这短暂人生当中，怎么样来会悟这位永恒的上帝。
歌书1章11到12节这样说：烈日一出，热风一吹，草木枯干，花朵凋谢，所有的美就消失了。同样，富有的人在事业上孜孜经营，也会消失。遭受试炼而忍耐到底的人有福了，因为通过考验之后，他将领受上帝向爱他的人所应许那生命的冠冕。智慧书箴言告诉我们，上主管教他所爱的人，正像父亲管教他的娇儿。寻求智慧的人有福了，找到悟性的人有福了。使徒写给教会的书信也如此教训我们：我的儿子啊，要听主的管教，不要因他的责备而灰心，因为主管教他所爱的每一个人，鞭打他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你们要忍受管教，因为你们受管教是表示上帝待你们像儿子一样。上一首诗歌提醒我们，我们不应该将眼目定睛于这个短暂的年日，这个世界，然后寻求遵从创造这世界的永生上帝。因为我们在这世界的短暂年日，是要我们前往永生的试炼场域。然而，往往我们对于信仰的认知就是接受一位能够马上替我们解决事情的上帝。然而，这个信仰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安静，要顺服于掌权生命的上帝面前，期盼他的旨意成就于世上。而每一位在困难挣扎当中，仍旧对上帝有信心的人有福了。这样子的人是经过上帝的锻炼与塑造之后，在世上他会得到新的生命，而在未来他将会得着永恒的生命。这就是上帝对他所爱的人最大的赏赐。接下来我们要通过这一首诗歌得胜者，我们期待上帝来掌权我们的生命，能够显出他的荣耀以及全能。是你记住的爱心。
圣经以赛亚书9章6到9节这么说：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将赐给我们，他要来统治我们，他将被称为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亲、和平的君王。他的王权将继续增长，他的王国永享和平。他要继承大卫的王位，他以公平正义为统帅的基础，从现在直到永远。上主万军的统帅决意要成就这一切。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位君王无需要住在虚华的皇宫？有哪一位君王不将他人当成奴隶看待，还反过来服侍众人，并且以公平正义以及慈爱来主持人类社会及全世界呢？又有哪位君王是将自己献出去牺牲，成为他所爱的子民的保障及守护，并且还应许一切跟随他的人将会跟他一同回到永恒的国度，得享永远的荣耀？耶稣，唯有耶稣，唯有他是我们该仰望、该顺从的君王。他从来没有向我们索取什么，反倒赏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只要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不仅是我们的口要承认，心要相信，就是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行动，都要按着圣经所记载上帝的要求去行。因为有一天，这位君王将会坐在他的宝座上，再次的临到于这个世界。一切为按着他公平正义而行的，将遭受严厉的审判。然而，举凡遵从他、遵行他旨意的人，将来要跟他一同享受天上永远的荣耀。愿圣灵帮助我们，臣服于耶稣君王的全能，就是跟随他的脚步而行。接下来，我们一样透过这一首诗歌感恩颂赞，我们一同来宣告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全能。我一生属你，最深的主。
弥迦书7章14到20节这么说：上主啊，求你牧养你自己所选的子民，他们孤独地居住在周围都是肥沃土地的旷野。求你让他们到巴山和基列去，求你像从前一样在丰饶的草原上牧养他们。上主啊，求你为我们显神迹，像从前你带我们出埃及的时候一样。虽然列国有强大的力量，但是他们看到你大的能力，就惊吓蒙羞，掩耳捂口。他们会像蛇在地上爬，他们会惊慌地逃出城堡，在上主我们的上帝面前心惊胆战。上主啊，没有其他的神能与你相比。你赦免了劫后余生的子民，你不长久怀怒，却以不变的爱待我们。你要再一次以仁慈待我们，你要把我们的罪放在脚下踩碎，抛入海底，正如你古时候应许过我们的祖先。你要对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后代显示信实不变的爱。如今我们已经透过经文，也透过诗歌，我们也宣告了基督君王在我们身上有他的权柄以及权人。然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献上我们的心，献上我们的全人，来跟随主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牧养。这时我们一同来做这个献心的祷告。我们用交读的方式来做献心。掌管生命的主，我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将寻求生命意义的意念放在我的心里，让我时常反省自己的处境，调整人生的方向，使我一生遵行你的旨意。在每一次反省的时候，使我明白为了什么而活，期待自己在有限的生命里能创造无限的价值。我不愿意白白领受生命的恩典，却一事无成地来到你的面前。我很盼望能活出灿烂的人生，用我的一生来见证你，荣耀你的名。求你开启我的眼光，使我看见且明白你的旨意。求你使我的心思安定，使我能安静思考你的话语。求你管教我的灵魂，使我的生命降服于你。你是我的标杆，我愿为你而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圣歌队会带领我们用这一首诗歌《给你我的心》，代表我们全教会对着耶稣的献心。我的好牧人耶稣。
马太福音6章5到8节这么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伪善的人，喜欢在会堂里或十字路口站着祷告，故意让别人看见。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样做已经得了所能得到的报偿。您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室，关上门，向在隐秘中的天父祷告。那位看得见你在隐秘中做事的天父，一定会奖赏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异教徒那样重复没有意义的话，他们以为只要长篇大论，上帝就会垂听。不可像他们那样，在你们祈求以前，你们的天父已经知道你们所需要的。接着前面的4首诗歌，我们已经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我们要在有限的年日寻求那永恒的盼望，且在世上所遇到的挑战与困难，其实背后都有上帝美好的安排。然而这个世界有终末的一天，我们必须要顺服上帝的要求，跟随耶稣的脚步，好在审判的时候能得到上帝的称赞以及永恒的荣耀。如今我们都已经回应了耶稣的呼召，献上跟随他的心意，一生只专注于他。而祷告就是我们与上帝连结最好的方式，同时也是身为基督徒最基本的功夫。然而我们该如何祷告呢？我们的态度该如何呢？祷告的内容核心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借着耶稣所教导给我们的祈祷文，来成为我们往后祷告的范本。这时让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所喜悦的祷告。这是咱开声来祈祷讲，亲爱的主上帝，
恳求你的神帮助阮的生活充满见证，互人对阮的成就来看见上帝的意。求你的神帮助阮读圣经，通明白你的旨意，煞照所明白的去行，也无为着生活来烦恼，无为着人的得罪来捆绑家己，互撒旦无空通论。愿阮的生活就亲像是对你的祈祷，愿阮的性命亲像是对你的儿女。愿阮拢降服伫你的权柄来成就这个。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这时，请兄弟起立，咱要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打坐进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真济。啊，这时咱要来奉献，请苏怡林执事甲陈柏元执事来书献。请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
即是要来报告，报告的大声，咱看周报后一页，上尾啊，咱来读咱的金句。我读一遍，兄弟来读一遍。若是人自行伫迄个交全的律法，就是互人自由的，也长长踮伫迄个，毋是听了袂记得的，是实在伫用，是实在伫用功的。即号人伊伫伊的所做要有福气。雅各书1章25节，请。雅各书1章25节，即是来报告咱看掀开周报第8页。后周的聚会服侍人员，请咱家己来注意。第9页是周间的聚会甲逐种的课程，请咱注意来看。要参加的照这个时间来进行。第10页是小组的聚会。9月初5暗时8点，伫701室要举行铁秀雄兄弟的安慰礼拜。另外中山区9月15拜六顶晡8点半伫教会集合，要举行户外的活动。台岛的事项甲奉献的明细，请咱家己来注意。若毋对的，请咱向相关的中级来更正。消息报告：本主日9月初2是圣乐主日，请咱为圣乐队的逐种的事工来关心来台岛来奉献。第2场咱要举行新任学年度首长的就任，请学青的会长柯宏斌、少区的会长赖和谦。嘛知因有伫后壁无？好，那阿袂落来，咱继续报告。好，咱继续报告吼。好，9月份地管的中级是长老吴团员长老，执事拜六是黄文光执事，礼拜是赵美珠执事。顶晡11点30分，伫6楼办公室要召开财务部的会议，请部员出席。在职会员的领取中级的选票有选票吼，伫4楼的礼拜堂外面吼，咱查址的时间是9月初9吼，中昼12点，请将这个有选票投伫4楼电梯边仔迄个投票箱。后礼拜的事工是文字事工的奉献的主日，咱欢迎方兰亭牧师来到咱教会来请安分享，请兄弟为文字事工来奉献来台岛。后礼拜下晡1点半，伫701会议室要召开9月份定期的中级会，请中级出席参会。会后要煞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教会的消息咱社区的在业班吼，招生的讯息，请咱家己来看吼。具体的消息，李茂成兄弟的新妇吼。邱丽珍姐妹吼，区丽珍姊妹伫8月30日伫圣保罗病院吼生产母女金安啦吼，请为这个母女来祝福关心甲台岛。另外本会陈桂阿香姊妹蒙主文调伫昨昏吼9月初1已经完成个别的礼拜，商家伫遮致哀谢，请继续为商家来关心甲台岛，咱请陈君毅弟兄起立哈，兄姐不要鼓掌哈。君毅兄底下甲咱说致哀谢。另外，请坐。另外，本会铁秀雄兄弟就是叔子的爸爸吼，伫8月19日。顶晡5点06分病逝吼，蒙主恩召
享年81岁，请大家关心大德，安慰遗嘱。定伫9月初8拜六要举行告别礼拜，要伫桃园的殡仪馆思源厅，相关的入殓礼拜、告别礼甲火化礼拜，请咱家己来注意。另外有开放伫安放礼拜是要去金华山吼，咱伫后壁4楼的迄个公报栏有开放登记。教界的消息，台湾公报社要举行迄个健全宗教团体财务制度的讲座吼，是伫9月28、29伫新德的圣经学院，要报名到9月14杂志。新德中会中级的联谊会是9月29日，拜六下晡2点到4点半伫南坎教会举行。要参加的同工伫4楼公报栏来登记。另外，新德中会举行迄个重阳敬老的感恩礼拜吼，伫10月18，地点是伫个竹南龙凤渔港吼，费用每一个人400块，要报名请向蔡素莲姊妹来，也是迄个祝福执事来报名吼。9月30号是杂志的时间。另外，迄个基督教精兵夫妻营吼，婚姻共舞吼。一个情绪觉察甲表达的训练，伫10月26到28，伫新德圣经学院来举行吼。迄个对象是夫妻要一同参加吼。每对翁仔某吼是报名是7000块这个8月31日以前吼报名有一个早鸟优惠吼。2018年全国客家的基督教徒的灵修会是伫10月29到31日，地点伫个东门巴克利纪念会吼，台南富信大饭店这个所在，费用是2700块。要报名的向客选来报名吼，10月初10杂志吼。另外消息就是后礼拜9月29中昼12点，伫7公1要召开互助社的理监事会，请理监事出席。咱下面的时间交互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牧师一只做介绍以及补充报告，一只有2位第一个来到咱中间，甲咱做伙聚会的兄弟。第一位是游祥林弟兄吃饼，咱拍破大家欢迎。好，欢迎你，好，请坐。然后第2位是这个咱 PPT 用者吼。谢建辉弟兄吃饼。好，欢迎你，好，请坐。牧师透过咱有看到讲，是这个教界消息的这个第4项，有这个基督精兵的夫妻营吼。我牧师一直拢认为讲，咱的家庭真重要，家庭是咱正做教会一个上基本的一个单位吼。所以咱基督徒要做见证的是，我感觉讲，咱的家庭生活爱先好势，安尼有阿门无？吼，毋是互你的翁好势，毋是互你的某好势，是两个人的关系爱好势。吼，安尼我相信安尼会当成做咱厝边隔壁，咱这个社区真好的一个见证。毋万人会当做伙来参加这个夫妻营。好，这点牧师嘛要来举行这个韩尼都要新就任的这个首长的这个就任。好，咱这时请洪斌甲何谦。好，这时牧师要跟你们问答，你们要在这边誓约。好，是用台语的，所以要注意听，好不好？好，这时大声是柯宏斌。柯宏斌，你有接这个学青会长的这个责任，你有确信这个是上帝的调兵也无？较大声的。好，来接续是何谦。赖何谦，你有接受这个少年团契这个会长的职务，你有确信这是上帝对你的调兵也无？好，真好。接续，恁两人有要领受这个职，安尼恁就爱挖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遵伊做主来尽你的职务，
你有要按照安尼做也无？有吼。好，这时请咱的会长请起立。这是牧师要来宣告。我用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东会小会官兵，设立恁两人来加做学生团契会长、少年团契会长安尼的职务。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的所做，常常关心这个事，来做上帝工，来归荣光予上帝。阿门。好，会长请坐。好，咱两人向后转。来，这两个少年人，咱拢有熟悉无？有吼。来，我这手边这位或者啥？科科啦吼，有人叫伊啥？小熊维尼啦吼，小熊维尼。好，来维尼笑者，伊有伫笑无？啊，笑起来有去先维尼无？真古水吼。无书记团契拢有去想要念伊的面，啊，毋过拢还袂执行啦吼。啊，倒来是何谦，来拢有熟悉无？毋通叫伊小芊芊啦。好，啊，这时牧师要来颁发这个证书予因。好，因为现场无人准备卡梅拉吼，所以聚会煞咱较来补翕，咱这是该拍声来甲因鼓励。好，因为因即嘛，我相信因是高老有咧服侍啦吼，所以洪斌跟何谦，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侍奉的岗位。好，谢谢他们。好，以上一只做这个报告。这时咱要上映圣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咱起立吟全首。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
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出，愿三位体上帝你的恩典、慈悲疼痛，教阮三个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祝歌。定乐灭道。
现在咱互相请安，咱行平安礼。11点半，咱伫楼顶用餐用爱餐。